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你敢有关注到川普在国际上有大条叫做6、7个国家的领袖去到美国来甲伊面会？讲起来，你亲门大户占我地，3年半我冤屈搁国际。那么国际呢，甲你讲的拢无实际。只有川普之先对普京会叫会叮当来讲济济，但是笑单爱我买，这乌克兰安尼敢吞得落去？今仔日3位专家甲1位乌克兰人到底来讲话。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奥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那么第2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政大罗西亚研究所副教授，也是国际事学院副院长魏必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4位在线顶的是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学生，也是卢甘斯克州的这个乌克兰人科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到底这场会谈是安怎？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18号去到美国白宫，甲美国总统川普，甲几多位欧洲的领袖来举行，那么结束了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关键会谈。会谈结束了后，美国打算要举办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峰会，不过罗西亚认为应该爱看戏，但是川普讲，罗西亚总统普京有可能无想要达成协议。结束甲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欧洲领袖18拢发文表示肯定。泽伦斯基伫北京外也确认，美罗欧3方会谈将会举行，也毋过还未确定具体时间。We don't have any day. We just conformed after this productiv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nd then with all our colleagues, with the partners,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美国白宫18个美欧欧会谈。场面盛大，也毋过成果煞有限，原本外界关注，川普甲泽伦斯基敢是会当确定和平共识，也是会搁发生今年2月底的外交冰车的事件，也毋过两方面拢无发生。虽然川普答应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会协助乌克兰安全，也毋过伫土地交换、安全保障甲制裁等核心议题上，拢无实质进展。会前白宫几摆表示希望泽伦斯基穿正式的西装前往，也毋过泽伦斯基18个白宫议会。穿白色的军装外套搭配无领导的写字，也毋过显然通过川普的流行考验。学者认为，甲2月会谈比，两个人有更加侪良性的互动。The bar is pretty low given what we've seen in February, but indeed today's meeting seems to between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have gone on a far more positive note, friendlier, some jokes exchanged, and hopefully some expectation of more mutual, basically more shared ground, more ground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另外，泽伦斯基18伫白宫的谈话中，讲在伊摆的多些显然也会激励理会，和美国副总统范斯批评唔知影减分。有学者认为，川普甲泽伦斯基的关系有完充满问题，也毋过为了促成和平协议，川普只是暂时忍住情绪。I think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things done, he held himself back, as it were, and decided to spare us the drama and the show that we had the last time around that Zelensky turned up in the Oval Office. 北约秘书长李德会后接受访问表示，有关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不是加入北约，而是以类似北约宪章第5条集体防御的形式来进行。这也是了后讨论的重点。同时，美国已经确认2笔达到1500亿美金的军购案，一笔是由欧盟各国出1000亿美金协助乌克兰买美国武器，另外一笔是由美欧合作以500亿美金投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英国金融时报引用18
被与会欧洲代表的讲法。这摆会谈比有期成功，川普毋但无伫会中是压乌克兰让领土，也基本同意参与乌克兰战后的安全保障。就算无法度处理突破性的争点，也毋过犹原暂时。反转米罗阿拉斯加峰会了后，美国可能进一步瓦向普丁立场的几率。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咱今日看到这条新闻，其实内面信息足济吼，也有分析讲两个人吼，会谈的这个情绪安怎，嘛有讲到这个条件。不过我看真济报纸刊出来，这个讲迄前提条件，有诶吼，敢若小可无共款。不过咱小等啊，来请3位专家来到底来讲进前，我要先请到这个科罗，我要先请科罗哈来跟我们谈一谈，3年半了。那么你3年半那个时候，3年半之前，你在卢甘斯克吗？还是人已经在台湾？我不在台湾，但是也不在卢甘斯克。我其实到卢甘斯克，我已经10年都没去卢甘斯克，因为对我来说，我有这个支持乌克兰，所以跟我的立场去卢甘斯克是非常危险的。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有进乌克兰的立场，没办法去卢甘斯克。从2014年从卢甘斯克被入侵的时候。OK， 所以其实从克里米亚那个时候，克里米亚的战争，对，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觉得不是很安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卢甘斯克。当然，对。如果你就是自己没有这个亲俄罗斯的立场，你一定需要离开，因为真的对大家非常危险。因为俄罗斯的政府，他们的政治对那些亲乌克兰的人的，他们有这个立场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的。OK， 好，那么你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一场会谈？因为上一次会谈几乎。贵国的总统几乎在白宫是大吵一架。那么这一次还特别穿着西装哈，然后看起来我们刚刚也看到那个新闻有分析说，川普好像有控制情绪。可是你觉得有希望吗？和平有希望吗？我觉得有很大的希望。然后我觉得对泽伦斯基的真的。我觉得当然他的政府是帮他准备这个会比较好，你们大家看得到他穿比较好的衣服，比较适合的衣服，所以然后川普当然马上变非常开心。但是如果当然不是开玩笑的说，我觉得一般来说，在这个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有很大的希望和平，我们终于可以看得到和平。我的意思，那个战争可以结束。所以就是川普他很特别人，当然需要找到怎么跟他沟通，怎么跟他讲。就是当然他真的想要看得到，比方说乌克兰感谢他比较多。而且我真的自己希望，我了解他，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帮乌克兰。当然，我们需要感谢，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感谢，因为这是美国，这是乌克兰。他可以说这个不是完全不是我的国家，为什么我要帮你们？但是他还是愿意帮我们，他现在愿意帮我们结束这个战争，我们需要感谢，非常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因为我看坊间很多报章杂志上面所说的这个和平的前提，有的说要把卢甘斯克或者顿内茨克这2个地方，就目前俄罗斯占领的地方就站着不动，也不拿回来了。那么克里米亚也不拿回来了。你作为乌克兰人，甚至作为这个卢甘斯克的人，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但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这历史对你刚刚说的非常好，这是媒体。都是媒体讲这个，而且大部分我自己知道，我是来自乌克兰，在乌克兰，我们的媒体大部分都是听美国的民主党，就是 Democrats 民主党，一直以来他们都很真的讨厌川普，他们讨厌这个 Republicans， 他们害怕川普，他们都说很好的普京的朋友，他们真的很怕这个川普跟普京有好的关系。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有一点
有点奇怪，因为真的没有这样，因为我不觉得川普有什么特别什么亲俄罗斯的，他现在真的我看得到他愿意真的帮我们，他真的愿意去说对，可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他想要拿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你们都听到了。不过对，没问题。对我们这个我们的利益也结束这个战争，所以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我不觉得川普给我们乌克兰这个条件。我没听过这个，我没看过这个，这个就是大家都讲，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会继续当乌克兰的部分，在我们的宪法上，这是乌克兰，但是我们乌克兰会需要接受现在被俄罗斯控制的，因为真的被俄罗斯控制的，所以就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科罗，我想请教。我记得大概在1个多月前，甚至2个月前左右，那么第一次谈到要来会谈。要来谈和平、停战，甚至终结这个战争的时候，有说到美国要到这个乌克兰投资，而且这个开发矿场，那么同时这个获利是要美国人来获利。你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占你们便宜呢，还是你觉得这个还蛮 fair？ 他帮助我们，人也没有那种随便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觉得呢？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发生的？8年前？差不多是当时候，普京，这个川普提出，要两边和谈的时候，他有提出一个条件，或者甚至是类似合约的东西，说我要在乌克兰要开发矿场，矿场，那么同时我可以获利。矿场，对，我知道，对。是，你可以接受吗？我不随时可以接受。我希望这个会发生，因为为什么？美国在乌克兰做生意，这是我们很大的帮忙，因为这是也普京会看得到，好，美国真的在那个部分在乌克兰做生意。这个也是一个 guarantee， 不好意思，保障，这个很大的保障，这个有可能比武器更好的保障。普京明天不会入侵乌克兰，因为他会看得到，当然他会把攻击那个美国的公司在乌克兰，而且这个不只是为了安全很好的，这个也是帮我们的经济，乌克兰的经济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要贸易，所以什么问题？如果乌克兰跟美国会做开什么这个公司，然后一起会卖那个这个 minerals， 非常好，非常好。OK， 我想请教你这样的想法，在乌克兰里面算是一般人大众都觉得。美国人现在川普来帮我们，因为我看乌克兰的报纸啊，很多都在这个骂川普也骂的很多啊，很多，我给你同意，真的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完全已经很久前开始的，这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影响，这个完全民主党的影响。然后我今天跟你们说，我们都需要很开心，因为现在不是民主党的总统，现在我们都看得到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然后 Make Taiwan Great Again，Make 美国 Great Again，Make 乌克兰 Great Again。是，好。那么科罗，你可以在线上稍微等一下，我请3位这个我们的老师们哈来发表，然后你再听听看，再请你来评，再说话哈。说来哈，我要请这林老师来讲哈。咱会当虽然科罗无一定是胜过是乌克兰大部分人的意见，但是某种程度就代表着讲3年半见到大家也闲啊吼。希望咱马上来和平。虽然伊也10冬唔捌登去伊的故乡伊也相信伊即马无想要登去内面拢亲罗西亚的人。老师安怎看待吼？即马即个和谈，敢有希望？你有观察到讲，因为连川普就家己讲，即个普京敢若无啥想要搭上协议呢？
应该是有这个希望啊，吼。咱知影，伊这个8月18，吼，8月18就是讲泽连斯基甲这个川普，吼，来见面。见面以后，有这个欧洲的国家，吼，足紧张的，搁早啦，佮加这个川普，吼，川普伊这个会谈的中间，卡40分钟，互这个普丁，吼，所以会当看到讲8月15，川普甲普丁以这个阿拉斯加啦，吼，虽然讲普丁伊的表现啦，吼，表现咱就讲伊是这个主场共款啦，吼，普通啊是当川普讲较济，外国的领袖讲较少，但是迄一届完全都无共款。这个普丁的咱就是家己的场共款，讲足长，川普的面色原来是无好，吼，所以大家就是讲认为讲，这8月15毋是真有希望啊，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伊这8月15以前甲以后，欧洲的领袖当做我是认为啊，这个是互普丁伊改变心意最重要一种的考虑啊。伊这个8月15以前，这个欧洲7个国家，吼，这个领袖，会使讲27个国家啦，吼，27个国家英国以外，吼，就是讲欧盟啊，吼，完全有一个批，有一个这个声明，要求普丁，要求川普。虽然讲川普，伊是讲川普，伊讲的话有伊的道理啊，讲阮来要支持但是要求这个普丁爱做什么代志？伊这个8月15阿拉斯加以后，佮共款来发表一个声明，吼，这个声明内底有那是支持这个乌克兰，吼，所以就是讲这支持乌克兰，就讲欧洲的国家声音真大啦，因有一个志愿的联盟，吼，志愿联盟啊，吼，你唔是讲公平但是有足侪国家愿意派军队志愿者联盟，吼，要来支持这个乌克兰。我看这个一种，就是讲虽然讲川普咱认为袂当加入这个北约，吼，但是唔是讲完全要放弃这个乌克兰，因为呢，这个国务卿有来草拟几个这个方案呐，这个方案内底就是讲乌克兰伊的空中防御，哦，比如讲爱国者飞弹，哦，还是讲伊的军事装备，哦，虽然讲美国唔是直接来送我乌克兰，但是美国愿意欧洲的国家。哦，因来买，恁去斗，恁去争嘿。恁来买差不多900亿、1000亿的美金，吼，美国的武器，吼，但是美国原来是认为讲乌克兰伊的防卫是足重要，按讲后盖有这个停火，吼，阮来爱做监督，吼，军事阮来共款一定爱搁继续，吼，虽然讲毋是讲继续美国的援助啊，吼，像这个拜登政府共款，所以我是认为讲有希望。这8月15到8月18，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讲这个欧洲的国家拢有听出来啊，嘿，因拢出来，这个甲今年的2月完全拢无共款。因今年的2月大家拢知影嘛，吼，这个泽连斯基家己咱就以白宫受到这个侮辱共款嘛，但是这8月，那就看咧。吼，直接做伙去到这个。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泽伦斯基去别强侮辱了后，致使着欧洲的这寡领袖会讲讲，哎呦，这所咱足可怜，咱爱个收听，有这个意味吗？因当然是认为讲，这个乌克兰是靠近欧洲，就是讲欧洲应该是乌克兰上大。哦，会帮助的来源啊，唔是美国啊，吼，这精线是欧洲，所以伊对这我咱嘛会感冒就对啊啦，开始有影，这个意思哈。那老师你感觉咧，这和平敢有希望啊？我想吼，即马已经各方利益相关的各方拢坐落来啊，迄个
条件也拢讲啊真清楚啊，吼。啊，上困难的迄个安全保障啊，听起来敢若讲像较多林老师讲的，吼，即欧洲一寡即个大国啦，叫做志愿者联盟，伊也愿意跳出来。啊，媒体报道，迄个普京敢若也同意啊，吼。过来就是领土的问题嘛，啊，领土的问题理论上伫国际当中，你也战争要结束，就是以现在占领的即个线做谈判的上重要的基础嘛。但是即个普京佮弹出一个叫做领土交换，啊，当然换的较大，啊，用较细换较大，这第一啊，第二就是伊要换迄个所在。是伊3年半以来，伊的军事拢无法度拍赢的所在。啊，即个所在啊，大家也同意了后，就是讲，迄个所在，听理论上来讲，伊因为乌东迄两州嘛，吼，就是卢甘斯克甲顿内茨克，伊是要爱护一个叫一个完整嘛。但是迄个顿内茨克迄个差不多20%-30%迄个所在，是3年半以来，拢食袂落去。足侪迄个战事拢是伫遐吼发生啊。迄个罗西亚也无法度摕落来，啊，伊也利用即届伫个谈判岛会使甲过去伫个军事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做解决，这就是高招嘛。所以问题过来应该是来看安全保障，即个看起来较似也像媒体咧报安尼，即个应该是意见较少，因为谁哪较少，伊的民主已经有啊嘛，因为伊对3年半以来伊拢讲即个乌克兰袂使入北约嘛，啊，看起来。即伊也志愿者联盟组成，就代表讲啊，真清楚，即个欧洲国家无要互乌克兰伫即个时阵加入即个北约嘛，啊，所以才用志愿者联盟。过来看起来就是即个领土，听起来毋是分割，是叫做交换，交换就是两个交换，但是细换大的。这第二就是讲，伊要换迄个所在是伫个军事内底是足重要的。啊，啥物足重要？因为伊3年半拢无法度拍赢，所以伊得用即届，老师，按你听你来讲，安尼都普京拢包赢的。所以你得来看，即摆得来看乌克兰，伊是毋是？吞落去？除了要吞落去了后，是毋是伊即届要利用即届机会来，得停战、停火、停战，签和平的协议啦？因为这是连川普即届也跳落来啊，欧洲的国家也拢出来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未来即个机会啊，错过了后。是毋是还佫有即个机会，就真歹讲。这完全是政治的考虑，就是讲我即届是毋是要解决？啊，即个要解决，你得爱吞落去。啊，你啊，即个吞袂落去，啊，即个机会过了，我毋是讲以后就完全无机会。啊，但是即个机会一去了，就会行起来。对啊，你看川普愿意要佫参加无？因为伊伫个即个1、2个月进程，伊有一点仔时间是已经有一点仔无耐心嘛，已经对即个罗西亚。制裁嘛，对50天，但是伊直想要出这个诺贝尔的奖啊，所以这就是伊的这个伊愿意还佫即摆还佫咧处理这件代志，你也连这个想会使起因伊的这个理由都拢无啊，伊根本就是就放你耍了，就卖插你，就卖管这件代志啊，所以这个完全是泽伦斯基伊爱考虑讲，我是毋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政治的这个解决啦，对。但是吼，魏老师，泽伦斯基也讲啊，讲领土的问题是我甲普京来讨论，毋是恁来不就是讲东讲西。我家己嘛无权来放弃掉克里米亚，因为乌克兰宪法就当然宪法就讲，这首都有责啊，我袂当来禁止咧挂鸟啊。是啊，这是要安怎解决？因为伊反对党，乌克兰反对党嘛真强哦。我挂喺报纸咧嘛，规工咧包，轰隆隆咧那个骂哦，魏老师。迄个宪法，乌克兰的宪法是决定迄个规定啦吼。你若要领土要变更，你爱佫经过公民投票，即个程序啦。啊，所以当然，泽伦斯基讲，这毋是我个人就当决定的，即个透过公投的即个程序，再来完成领土的变更，吼。啊，我补充一点吼，最近乌克兰有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就是拄仔你主持人讲的，战争增加加3档半，因这调查的结果是问讲，竟然是怎啊咱用领土换和平，咱甲怎啊迄个领土是毋是咱会当挂互还是让互罗西亚？
啊，你的看法安那？有43%的受访者讲，囝是已经去互占领的，会当同意。准煞，嘿，43%。啊，这个数字已经有提悬啊。以前我较早调查是一个我土地，几趴尔，嘿，对，足低。啊，所以正啊，其实这个政甲单因民众嘛，小可有迄个忝啊。哦，啊，这是43，好，一个数字。啊，我另外一个数字讲，啊，囝的时候，这个土地正啊，就明明就是咱的军队的控制，啊，正啊要挂互罗西亚，啊，你敢无同意？有78%的人讲，这我无同意。就是正啊，就咱的啊，为什么这要挂哦？罗西亚？哇，你要换土地就真麻烦哦。啊，正啊，其实迄个拄啊，恁老师有讲的，讲的普京啊，伊要换土地时，伊要甲规地的顿巴斯地区拢要摕落来。吞来。嘿，啊，顿巴斯地区哦，我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伊有2个州啦，啊，一个州叫做顿内茨克，啊，顿内茨克正有79%是去予罗西亚控制，但是佫有差不多6600平方公里，差不多20万人，佫是离乌克兰掌握。啊，另外一块就是卢甘斯克，卢甘斯克还到咱线顶的迄个科罗迄个同学伊的家乡啦。啊，咧，这个卢甘斯克已经99%拢是罗西亚吞去啊。啊，另外南边或者是东边，啊，乌克兰的南边佫有2个州，一个是扎波罗热，啊，一个是赫尔松。啊，这两个州差不多是70%去予罗西亚控制。啊，佫刷落来是11年前的2014年的克里米亚，迄是规地100%拢是去予俄国摕去啊。啊，所以你这看吼，啊要领土要交换吼，正也是罗西亚普京的意思是要甲迄个顿内茨克全部甲夹起来。啊，所以爱迄个20万人，你爱刷嘛？啊，刷咧迄6600平方公里，拢爱让互罗西亚。啊，佮刷落哦，有一点伫军事来讲，迄有一个叫做堡垒地带，因为迄个连老师都讲吼，2014年伊当阵就一直有即个乌东地区啊，啊刷咧修正3年半前，罗西亚一直要拍袂落来，为什么？迄个所在伊用一个堡垒地带，非常坚固的军事的工事，非常的已经拍甲足稳固的啊！你正甲规地拢互伊。哦，迄啊，罗西亚军队怎？啊，你门都拍开嘿，干咧一条高速公路安尼直接落，点拼到伊的首都去，拼到基耶夫。所以伫军事上，其实这是一个真危险的让步啦。哦，所以你看，伊的民众无同意嘛，明明就咱的，你怎啊要交互罗西亚？啊，所以你军事上，咱已经甲建设甲遮尔强的吼，遮尔好的防线，啊，怎规个要互罗西亚？啊，当然，罗西亚伊是讲啦，讲这2个所在吼，就是伊拍乌克兰的一个理由。讲遮的人呢，主要拢是讲罗西亚语的，嘿，啊，因的宗教用迄个信仰东正教，啊，所以因遮其实文化上，甲伊的情感拢是，就是讲迄阮的人啊，讲迄就是阮的人啊，所以伊用这理由讲要保护遮的人，所以伊一定要伊正爱。伊要对伊内底宣传讲，我我的胜利哦，我甲遮规地拢摕下来，我要保护我的俄罗斯吼，就是俄国人啊，俄罗斯族的人。老师，安尼听起来，这领土交换，这就是真困难的代志咯。是啊，你若是领土交换，这甲打乌克兰拢无让步啊。伊讲咱当，伊无话无讲个死。是。啊，但是看起来普京啊，知影势头不对哦，伊嘛可能看起来懒蛋啊，所以老师认为这个和平啊，我爱小等的哦。当然，你来看啦，有较乐观的啦吼，是当然，川普就是讲，这个是有谈开始吼，有大国开始谈，这是较乐观的。但较悲观的，你像看，咱看欧洲的大国法国，其实。马克宏伊认为伊就较悲观嘛，啊，个你也看一寡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其实因遮的国家对普京是无你信任啊，因讲因过去的历史嘛吼，啊个刷落是讲，因你看迄个
1994年，乌克兰伊本来伫苏联期间时期啊吼，伊伫期间因为迄个核子武器好弹，啊，因为苏联放弃，所以迄个武器要交转去哦罗西亚，所以当初有签一个叫做布达佩斯协议啊，迄个协议其实俄罗斯是甲动作甲伤纸，系啊，根本就无去遵守嘛，所以认为你甲俄国讲遐其实伊也讲要找一个理由。无信任，也是要甲迄支纸甲掠掉，其实你无伊的材料。因为我看波兰的报纸吼，哇，迄写因迄个军事将领咧讲，咱即马摕即个当兵啊布线，大家细字哦，惊这普京惊甲老师，这安尼听起来，老师的理解是讲，这和谈会阁继续演落去，但是连老师也讲啊，这个川普可能无耐性哦，老师。当然，阮也爱有另外一手啊，吼，另外一手来讲，安尼讲，即个普丁伊要来拖延，啊，伊无意思要来和平，吼，欧洲的国家对即个罗西亚17种的制裁啊，吼，17种的制裁有交通、有外交、有金融，有即个经济，吼，所以英国。有诶想啊，佮要增加一项，拢18项，吼。所以安尼讲是川普，虽然讲川普伊足想要即个停火啦，吼，伊可能是停火甲即个和平可能也分开啦，分开。即个是毋是爱达成停火，还是达成谈判？伊都不要紧啦，吼。但是介重要，就是爱停火，吼。川普伊now对这个罗西亚有足这制裁，对这个印度买罗西亚的石油加扣25%的这个关税哦。你按讲向罗西亚来买石油，像印度要扣关税，中国那是共款，所以川普那会考虑哦，是不是向中国来增加这个关税啊，吼，所以安尼讲，其他的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联盟、欧洲的国家、北约，大家都合作起来。普丁伊无论安那，一定爱让步啊，吼。伊最近的让步的一种，就是讲，伊有那就愿意啊，吼，愿意啊，讲有需要，伊要甲这个泽连斯基直接来会谈。虽然讲有一寡人是讲。唔是讲啊真清楚，但是有讲到，讲要来提升这个谈判的战术啊，所以就是讲，安尼讲这普丁伊有这种压力，时间的压力，2礼拜内底，伊一定爱做一贯这种决定啊，吼，就是讲这个3年半的战争，安尼讲今年的6月啊，今年的6月大家拢知影，6月初这个。乌克兰这个无人机，吼运入去到这个罗西亚的内部，对这个这个机场，不管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吼，都摧毁足济，吼。所以就是讲，这个乌克兰开始有影，伊有这种能力啊，吼，将起码乌克兰的无人机，本来是对这个罗西亚一种的威胁，吼。所以停火较简单，和平足大的困难，吼。就是讲，这个领土的交换，这个是可能性是真低，因为欧洲的国家来讲，问川普啊，讲你的佛罗里达州啊，要割让啊，看你买啊，对，所以就是讲，这个乌克兰无可能将这个。顿内斯克，顿内斯克要个25%要个控制，以这个乌克兰的手中，伊讲无可能啊，你要换一寡这个南部，赫尔松啊，其他的这个东，会再讲完全是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你叫乌克兰来完全都来，都扭出去啊，唔是来交换罗西亚的土地一寡。
和这个乌克兰。哇，这听起来这遥遥无期的老师，这吼，他都要讲到停火甲和平这两项代志。咱来看到传播讲，免先停火，哦，咱就是吼，先坐落来讲，啊，迄头前咧哪拍，我这两天佫特别去看因的报纸，哦，这乌克兰哦，佫下死命拍人家一寡战争，一摆掠着920个吼，这个俄罗斯亚的这个士兵军官拢掠起来，嘛是正假呢？啊，世界敢有种的哪拍啊哪讲哪拍哪讲哪拍哪讲？有啊，对这款呢，其实还未签和平协议进前，拢是战争的状况嘛。啊，尤其大家拢知影要开始谈判，谈判就是伫个谈判进前，你当然嘛较有优势。你毋知伫个谈判，伫个谈判的桌顶，你会使讲话较大声，会使得到较侪即个利益嘛。所以你也知影，如我要谈判的进前，有当时啊，伫迄个伫个前线迄个战事，就较激烈啊，这是有可能。第一，第二，伫个战场内底，一般来讲，若较优势的迄方，大部分讲要讲会使，咱直接来讲和平的迄个协议，无要停火啦。因为停火是迄个较伫个战场内底较弱的迄方，伊要先停火，安尼停火了，伊较会使休喘一下会使，还是讲啊，再来集合大家的力量，啊，再来带这个谈判桌顶，看会使讲较好。啊，较优势迄方就直接。你啊，正是有迄个诚意要讲，咱就直接来讲这个和平协议。协议啊签落，主人就停火啊、停战啊，这战场都无啊嘛。所以，伫个优势迄方上惊的就是较弱的迄方，利用停火来拖延迄个要解决的迄个时间嘛。当然停火嘛会使违反，你也看到讲对方敢若是咧。看起来敢若是咧拖时间，你嘛会使违反。但是理论上，因为停火嘛是爱经过一个大家的谈判来协议，所以较强的迄方拢会直接讲，你也要谈判，你就直接来讲即个和平的协议。这也是伫个迄个8月15进前，迄个川普，伊现在欧洲国家包括迄个乌克兰拢足惊讲即个川普吼，去有迄个。这个普丁，嘿，叫怪气，叫煽动，啊，佫有一个视讯吼，还讲，你即届吼，就8月15交，这个川普，就爱一定爱达成这个停火，就是爱迄个普京停火。结果8月15讲了，出来了无啊，无讲。结果颠倒是，我是感觉迄个川普伊的立场改变啊，伊就直接就讲，这个乌克兰，你就直接交迄个。罗西亚甲乌克兰，你就直接讲迄个和平协议就好啊，就唔免经过这关，这毋是必要的啦，无一定爱讲这个停火的这个协议，你就直接，你也要讲，你就直接入去迄个和平的协议，直接讲就好啊。好，那么虽然较困难，但是较多我嘛有讲嘛，就是讲即马其实各方各利益的各方已经拢大家拢已经坐落来啊，迄个条件也拢讲出来啊，一寡较困难的，我感觉安全保障这款的看起来。普京伊也同意啊，吼啊，最后就是领土啊，领土是我想是上困难的，因为领土上重要是你即马占偌济，对迄个做基础，啊，你也要搁变较大，你也要就较多迄个魏老师讲的，就是讲啊，你也本来是你的，你搁要摕去交人交换，这是足困难的代志，但是这个是新的普京提出来，就提出这个条件啦，啊，所以即马问题应该是伫个这个乌克兰啊，这就要政治解决啊。泽伦斯基是讲，我无法度家己这个决定，这是因为宪法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还佫有公道啊，这就爱，若是泽伦斯基，还佫有乌克兰的人民，伊认为即马这个战争是毋是要佫继续拍落去？这就是遮简单的代志。那卡苏你也是，你爱先讲你的目标是啥？因为大家一定有无共款的意见，啊，你也有的人你就继续，伊也是讲主张继续要战略，你问伊就无意思啊。你问看伊同意，当然无同意。你也问迄个，就正是讲啊我。战争要结束，啊，当然结束的人爱比继续拍的人较侪，较侪的人啊，较问伊讲吼，好啊，即马要结束，啊，结束了有这个条件，啊，你有法度接受无？吼啊，因为宪法有规定，啊，公民投票就公民投票嘛，因为这是真正常的。泽伦斯基伊即马同意了，公民投票也无过，无过就无过啊，就代表讲伊的国家的人民的意志，就是讲这我无法度
同意嘛。所以责任是，但是你的领导者，你得要做一个政治的判断，你来判断讲我今仔日来同意了，这个政经停了，我有法度伫个这个公民投票，我会使赢无？我算，我若同意了，我总统我就免做啊。这拢是这个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讲对这也是会使讨论啊。这是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这种，除了判断讲这公民投票，这个以国家的立场来看讲，会使听证了，过来听证了后，你的位会调无？但是连这个丘吉尔，人这个遮伟大的人，率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个选嘛是落台嘛，所以佫较伟大的政治人物，也是要为国家来设想啊。当然。这足困难的，但你要设想一下家己，我是讲更较伟大的人，伊伫咧战后伊也是共款落台啦，所以这真困难啦。哦，这就爱听老师咧讲话啦。老师有咧讲，泽伦斯基你有咧听无？魏老师，你感觉安尼讲起来吼，他多连老师有讲，即摆老师讲的43%，想要和平，但是有想要战落去的无？迄数字来有显现出来无？43%之外，想要战落去的是几趴？目前正下的调查是我无看这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是迄个针对迄个领土要换和平，领土要挂互罗西亚这个问题。你讲有要搁战落，这个目前我是无看这方面的。所以伊的问题是讲，如果若要挂土地换取和平。恁有同意的有43%，就是讲，今这个领土是已经目前去罗西亚争去的，伊同意，吼。但是今是领土是目前就事实上就100%是咱伫控制，是咱的军队伫控制，有78%认为这袂使，袂当甲这个土地摕去。无问讲要占落去的有偌济人吼？这目前我是无看到啦，系。安尼老师会观察，尤其恁会咱看到罗西亚的这个文章啦啥。即马目前乌克兰内面的气温，小等下来问科罗吼。乌克兰的气温到底是主战派较强势，还是主和派较强势？这真趣味，就是讲你正下调查的人吼，其实你看啦吼，竟然是认为伊无想要参战的人，还是讲伊无想要去前线去做战争的人，其实有的拢走去刷去路口啊。所以其实老的乌克兰正下啦，国内的人，其实因的迄个抵抗的意志是拢较坚强的人啦。吼所以你正做调查，即群人，我看过进前看过一个数字是，迄个趋势吼是有较落降低，就是迄个对抗的意志，甲对抗迄个趴数支持的趴数有较落来，迄是较有影。因为你战争到3年外，其实若忝嘛刷嚟讲真济，本来因讲想战争嘛，无想讲会战遮久啊。你搁战略，其实这嘛影响因对现主时的这个要搁战略这个意志，这个力吼会减少，这确实有影响啊。老师，你认为泽伦斯基敢会讲我不管一切，我先讲好，我做一个伟大的领袖，我要互国家安全和平规矩甲签落去，我无做总统不要紧。老师，你认为？我是感觉这无简单啦，因为你做个民主国家，其实你有国内压力啦。你说咧，你正下后代，你有历史上，让大选甲停落来呢吼。因为迄个因正的法律的规定啊，就讲正下因为做者所在戒严嘛，你个战争你无办法办一个选举公平公正的选举嘛，所以这是因的法律的规定，讲正下无办法办选举，因为正下的战争，正下这个时机袂当办选举，唔是泽伦斯基家己讲袂当办，迄是因法律的规定。不只是总统大选，连因的国会的大选、国会议员嘛无改选，所以这嘛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而且这法律的规定就是安尼。这个问题因为进前有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啦，民意调查其实真侪受访者乌克兰民众是支持的讲虽然无改选，但是我还是搁信任泽伦斯基伊的进动性。对，伊要去甲普京谈判，因嘛支持伊的立场，因为讲伊就是阮的总统，虽然未改选，但是伊嘛当体认讲，正啊这个时机
这个时阵就无办法改选，所以但因继续支持，所以这个民意的支持，我迄当会记得是超过80%啦。就还过是支持泽伦斯基，伊的正当性、甲伊合法性是无问题的。那安呢，我来先请到线顶哈，科罗。刚刚我们3位哈，虽然这个台语你有一些可能不一定听得懂哈，基本上，3位老师第一个认为用领土交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如果谈判的条件里头有这个的话，那么几乎是不可能有达到理想和平的一天。那么同时，刚刚魏老师也说，在民意调查，在乌克兰的民意调查，有43%的人支持、认为、接受现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那就给他了吧。我们愿意换取和平。你怎么看待这些事？43%对。我再问一次，这个他们接受是吗？他们接受就是接受这些现在被俄罗斯控制的部分，对，他会，对，他就是继续被俄罗斯控制，还是在不是俄罗斯的，但是在我们乌克兰的宪法上，我们写这个克里米亚不是乌克兰，所以我们想要克里米亚，我们想要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民意调查的意思是说，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那么就给俄罗斯了。那么有43% 的人是支持、愿意这样来换取和平的。对。不过我再问，给俄罗斯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很大的差异。我们当然接受给俄罗斯，不过给俄罗斯就是让他控制现在。不过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宪法上要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包括其他的俄罗斯控制的部分。这个我来问现场，你听一下。科罗，你听一下现场3位老师哈说这样子的可能性有多高哈？魏老师你先讲，他也意思是讲。我给你，但是我宪法我无修改，我就是这也是我的，安尼敢有可能性？这是另外一种安排啦，就是讲事实上是你占领，你就谁啊控制，但是你法律上呢，我无修改，我也无爱公道。暂时就是互现状安尼维持啊，现状安尼维持，这嘛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啦。但以后再讲。但是我讲乌克兰除了这个领土，就讲。我这领土会当跟你谈和谈，但是我觉真重要的是讲，好多2位老师嘛有讲啦，安全保障啦。乌克兰爱是讲，这个安全保障，就算我领土跟你交换和平，唔是惊签迄张纸，我刷入要爱是，我安全当。你卖过来前门大我得到完全的保障，未过第2届你个发动战争，过来搞我前门大户。这个安全保障就是真重要，是美国爱参与啦。但美国为参与是，伊讲伊无要派兵，派地面的卖武器伊外地面的部队入去，也要用空中的一寡迄个防务和支持乌克兰。重要是爱志愿者联盟，这主玩家联盟，好多2位老师嘛讲到，就是讲欧洲的这国家，因爱主要是要去防务。乌克兰，有一点就是迄个北约的，还是讲像你讲的类5条、类似第5条的迄个集体防御，是爱3000，爱进行，就是讲会当使用的，会当用的乌克兰，是，这是乌克兰爱。我跟翻译哦，科罗哈，科罗，刚刚魏老师所说的哈，第一个就是说，这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安排，但是更重要的，它的解读是，那么。俄罗斯这个俄罗斯要能够保证，或者是欧盟的志愿者联盟要能够保证，他们有相当程度对于乌克兰的安全保证。这个要相对的条件，他们才会是这个乌克兰人可以接受的。你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欧盟的保证吗？还是什么？就是相对的。欧洲的这些国家的志愿者联盟也要加入，然后说
万一有事情，甚至是用类这个北约的条件来做防卫，那么我们乌克兰就说好，那么这个被你占领的土地就给你，你不会再第二次来打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说给你是什么给你？在宪法不会，我知道，乌克兰人真的已经非常累，这个人真的讨厌这个人，很多人死掉了，真的是。不过我跟你说，在我们的宪法上，乌克兰人不会同意。删掉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跟其他的部分，且说给他们现在控制，比方说可能他们有什么我不知道50年给他们，有可能什么他们会找到方法，还是就是接受对，现在他们真的控制，然后我们现在不会就是想要换，不会想要归还，不过想要在我们的宪法克里米亚。跟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不会，不行，没办法，我知道没办法，不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真的。好，您再听听看哈，其他两位，李老师，这个宪法是宪法啦，吼啊，实际的控制，实际的实际控制线啦，吼，这个实际控制线，有足多国家。有战争，印度、巴基斯坦啊，对嘞，啊，中国啊，加这个印度，哈，都有这个实际控制线，哈。所以就是讲，这个宪法，咱要台湾跟中国同款啦，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就是讲这个土地啊，你无放弃。咱即马嘛讲，这大陆是咱的啊。啊，但是有另外一种有较务实的处理的方法啦，哈。所以就讲啊，这个。战争是不是会当结束？吼，停火有可能性啊，但是俄西亚甲乌克兰要有永久的和平，这个是足无可能。伊这个和平吼是足脆弱啊，吼啊，你讲有一点点啊机会，应该是川普伊做总统靠这种的机会啊，吼啊，川普做总统啊，欧洲的国家过来支持伊，安尼这个。你听起来，敢若是咧替传播咧做公正呢？嘿，林老师，较早迄科罗咧讲的吼，应该是安尼啦。进前吼，即个问题确实，若是以较早讲的实际的控制线来解决，伊会使用一个敢若停火的协议来达成敢若和平协议的迄个效果，就敢若南北韩迄种情形，我就是38条线，对，迄条线就用停火的协议来代替，敢若做和平协议，只要大家拢会使，就是讲你已经迄个乌克兰，迄个不，迄个罗西亚已经食嘛，就已经食嘛，吼啊，伊的安尼就是伫咧宪法内底，伊使无需要改变，就是讲啊，迄是占领，但是事实上我伫咧宪法当中，迄也是属于属我的领土，但是较早咱咧讲的，就是普京淡出领土的交换即个。合约就一定要用和平协议的方式，伊无法做用停火的方式来着，因为事实上伊本来毋是迄个乌克兰，毋是迄个啥，迄个罗西亚占的，即摆变伊占的，这就已经改变了嘛，在这个方法，所以一定要用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谈判了，来签嘛。所以伊较早讲的迄，我较早讲，我讲即摆目前就是。乌克兰的领袖爱有政治的解决啦，伊要用这个领土，要答应人的条件来结束这个战争无？啊，安全保障有效无？迄就要看伊家己交欧洲的领袖之间的协议嘛。就是讲啊，普京即管伊即管也无咧管啦。我是感觉，我对我感觉，你欧洲国家要互伊，对，你要互伊协议，嘿，迄是恁的代志啊，吼。但是伊即摆个。对普京来看，就是领土的协议，你有要答应无？就是遮简单。所以我较讲，即摆看起来所有的条件内底，就是剩即项尔。啊，即项也解决，应该即项代志就会使解决。但是即项也无解决，
就是继续，佮用啊，看到科鲁咧讲的，宪法迄是你乌克兰内底内政的代志，你会使透过你公民投票，对，你家己去解决啦。这就是国际无咧管你这啊啦，伊就是对这个大国来看，就是咧看你到底有要接受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啊接受了，啊，就和平协议就签落，签落了，你的安全保障你家己交欧洲去解决，你家己国内问题你家己解决。啊，听一下魏老师吼，因为我知影。真侪罗西亚境内的有真侪乌克兰人，是，甚至甲因的乌克兰安全局啊有疏通啊，咧到处咧迫害罗西亚的即个军事设施，甚至运送。这刷落来虽然签落去，我看普京嘛是坐立难安啊，一到啊，你无得甲伊会去用刺杀啊。这当然是有一个可能啦，但是。你看，普京以前是 KGB 出身的安全的，这是伊，我看伊专科的啦，应该是伊会当掌握伊的国内控制啊。我感觉这就部分，虽然是有当然有反对伊的声音，正样伫俄国嘛是有，但是正啊，你著说啊，是这种走的走，无就是无真疗效啊，是啊，无去掠去用党刑掠去关，所以这是对迄个你看这个。会当来讲啦，就是啊，伫普京的年代愈来愈独裁。